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人讲做人都爱光明正大，千万唔通揜揜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个就是揜读以后揜第4条。照教育部第1字典解说讲，这个揜都有藏的意思，像讲偷藏钱起来，咱讲偷揜揜钱。另外揜嘛有甲伊惹起来、扛起来意思，像人咧讲揜尾狗。字面的意思是讲一只狗啊，甲伊的尾溜揜起来、藏起来，意思就是无神采。啊，那字句的意思是讲一个人落魄、凄惨、无依无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揜揜，这意思就是无想要互人看到，你咧偷偷做一件代志，卖当讲是做代志偷来暗去。第2个词读做揜贴，形容一个地头较无人行骹到，较无人知影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暗时伫这揜贴的山区，无啥人行骹到，看到一台车内底2个人，感觉伊揜揜，赶紧报警察来。检查才发现讲，原来是因对 GPS 传路机啊来到这，煞找无路通去出去，莫怪调伫这，唔知要安怎才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揜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